歡迎收聽法律攻防 Podcast，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Anson。咁今日呢，各位聽眾呢，見到個標題呢，就可能見到我想分享嘅一個好消息，就係呢，想同大家講呢，我終於成為律師了。今日呢一集嘅 Podcast 呢，其實想分享嘅呢，就唔係做一個律師，當中可能要面對嘅一啲嘅專業嘅問題。而係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成為律師嘅呢一個過程。咁大家咧見到標題咧就講話，我成為律師了，法學院與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教室嘅呢一個動漫嘅節目咧。咁咧就係其實咧，我今日呢一集咧係想分享我成為律師唔係關於我拎到呢個頭銜，而係我如何好似去破解一款高難度嘅遊戲咁樣，去通關咗呢一個香港法學院呢一個其中一個作為香港最有挑戰性嘅體系之一。我想分享嘅呢，就係一個關於如何去用策略、洞察以及我嘅頂級嘅生產力呢，喺呢一個精英雲集嘅法學院，即係 LLB。呢個 law school 裏邊咧，係去穩操勝券嘅一個故事嘅。咁咧，或者喺呢一個節目裏邊，我都可以講下我嘅一啲嘅個人背景啦。因為我見到咧過去17集裏邊咧，其實主要都係講一啲動漫作品同埋一啲我嘅一啲嘅關於法學嘅一啲嘅小理解啦。咁咧今日其實可以分享一下多啲關於我嘅故事嘅。咁就係亦都係關於呢個 LLB 嘅遊戲呢一個入場券到底我係點樣拎到嘅呢？我係點樣去考到入去呢一個香港其中一個最有競爭嘅一個科系，就係呢個法學，就係讀 law 喺大學係點樣入到去呢一科嘅呢？咁一般而言呢，law school 咧喺香港咧都係通過 DSE 或者其他嘅 non-JUPAS 嘅途徑入 LLB 嘅。咁咧，無論你係用邊一種考試嘅方法都好咧，呢個考試咧就注定咧，non-JUPAS 可能係一啲 A level 啊，或者其他嘅考試系統啦，或者香港傳統嘅 DSE 咧，咁咧一定係咧一個你考試係考得名列前茅，係一個好高嘅 percentage，先至有可能咧係去即係入到香港嘅 LLB 嘅。咁我自己咧就係透過傳統香港嘅 DSE 去考入到 LLB 啦。咁喺2025年咧，即係等大家可以知道有幾咁難考入去呢個law school 咧。咁咧2025年嘅數據咧，我就見到咧中文大學法學院咧係佢個計算方法咧就係要中文、英文同埋數學同埋兩個選修科呢5科嘅成績去計算嘅。咁咧佢嘅 lower quartile 即係話咧最低分嘅1/4嘅嗰個條標準線咧，因為呢條線咧其實就等你知道你報嘅話咧，其實你只要過到條線就好大機率係會入到嘅。咁LQ 咧呢一個成績咧係需求2科5星同埋3個 level 5即係5啦嚇。咁咧總共咧係要32分嘅。咁咧翻查翻2025年嘅考評局數據咧，33分至到35分係總共有135個人。咁咧就係呢一個全港嘅入校嘅考生嘅前0.3個百分比，0.3%。全港咧係有42,795個入校嘅考生，33分至到35分咧係只有135個人，而再低多2分咧，即係呢一個30分去到32分，理論上呢一個 range 咧係應該會掂到 law school 嘅入學門檻咧，其實就有435個人。換言之咧，係喺呢一個 DSE 嘅考試裏邊咧，其實係需求緊要前1% 嘅人咧，先係可以考到入去法學院嘅。咁咧我就好榮幸啦，喺 DSE 咧，其實我係考到前1% 嘅分數咧，去入到 law school。咁大家聽到呢度咧，可能就覺得啊，我會唔會係一個
小學、中學係一個好高嘅起點啊，先至即係入到law school 咧，咁其實就唔係嘅。咁咧，其實咧我小學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屋村嘅學校啦。咁咧係去到中學咧先至考到喺西半山嘅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我英文咧喺中一嘅時候咧，第一次嘅考試裏邊咧得200個人考試啫，咁我就考第150名嘅，即係包尾50。咁大家見到咧，即係嗱，大家對 law school 嘅認知一定係英文能力一定要好強啦。咁但係直到中一為止咧，其實我都係呢個英文能力咧係去到考尾50嘅，係去到 Form 6最後一次嘅模擬試咧，先至由呢一個最後嘅50名，即係第150，係進到去全級頭5，即係當中咧係晉升咗145個名次。咁咧可以分享嘅咧就係咧，中學嘅階段咧，即係除咗我好努力去睇唔同嘅書啦，睇一啲嘅美劇啦，去用唔同嘅方法去學習嘅語言咧，其實我認為我喺中學嘅階段去考到呢個 DSE 成績咧，其實係透過掌握一啲嘅考試嘅技巧。咁咧我就喺補習班裏邊咧，發現咧，其實即係喺 DSE 要攞到高分咧，其實成功係不單靠去勤奮去做功課，而係有一啲特別嘅考試規律。咁中英文咧，其實都係有特別嘅考試技巧嘅，咁就唔係話即係勤力或者語文好就會得嘅，而係要掌握某一啲嘅考試嘅規律，一啲嘅生存嘅法則。咁例如數學咧，我就用咗8部計數機咧，咁咧就入咗唔同嘅 program 咧，咁樣先至考到試啦。不過咧呢一部分咧，我就唔展開嚟講啦。咁咧總之咧就係我用自己嘅方法，即係由一個一開頭唔係好高嘅起點啦，跟住就去到 DSE，然後考到一個前1% 嘅成績，咁咧先係可以入到去 LLB 呢一科嘅。咁好啦，去到今日嘅主題嘅重點啦，咁咧就係咧入到法學院。咁我會形容咧，就好似今日嘅標題講咧，其實香港嘅法學院咧係一個實力主義至上教室嘅現實版，亦都即係咧今日講嘅呢一套動漫就係叫做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教室。咁咧由呢一個 DSE 考到入去中文大學法學院咧，並非故事嘅結束，而係挑戰嘅啱啱開始。雖然一般人對於大學嘅刻板印象咧，可能就係覺得大學生其實都唔使讀書嘅，就係 hea 4年咧，跟住就拎到畢業證書。咁咧，我唔知其他人係點樣讀大學啦。咁但係對於一個讀法學院嘅人咧，呢一個講法咧，一定係唔識用嘅。咁咧，呢一個 LLB 嘅制度咧，法學院嘅制度咧，其實就即係依家事後睇咧，都真係有啲恐怖。我亦都唔知當初點解會選擇肯去讀法學院，因為咧香港咧就有3間大學嘅法學院啦。根據公開數據咧，喺呢每間學校充滿精英嘅200至到400個人裏邊咧，因為啱啱就用咗唔少篇幅去講點樣可以入到香港嘅 LLB， 係你可能已經係一個喺公開試拎到前1% 嘅嗰百零人度。咁而喺呢一個充滿精英嘅200、400人裏邊咧，其實咧只有一半嘅人咧係可以進入 PCLL， 亦都即係咧呢一個畢業之後讀1年嘅證書課程咧，先至可以有機會成為一個見習律師嘅，亦都係咧成為香港律師其中一個必經嘅階段。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即係路徑啦，例如海外律師啦，但係今日咧就唔會詳細咁講啦。而喺入 PCLL 呢個過程咧，佢考核嘅唯一一個依據咧，就係你喺 LLB 本科法學院考試嘅成績。換言之咧，即係話咧，如果你係喺法學院裏邊排名係低於一半嘅人咧，你甚至乎係冇辦法完成律師所需要嘅所有嘅課程。換言之咧，即係好似咧，你 LLB 讀完，但係有一種畢咗業，但係冇辦法完成，有一種
引號咁樣講啦嚇，quote and quote 退學嘅一種感覺，因為咧你花咗4年喺法學院咧，都其實係有好大嘅機會咧係冇辦法成為律師嘅。咁所以咧呢個制度咧，其實就令我諗起一套好具現化到呢一個嘅生存制度、生存遊戲嘅一個制度嘅一個作品，就係叫《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教室》啦。咁咧呢一套作品咧，其實就係講咧東京嘅一個國立高等學校咧，係以100% 升學率為名嘅，同埋呢個嘅配套係好好。咁但係咧就喺入邊嘅學生咧，就會俾一個叫做 S 系統嘅競爭機制咧，分為 A、B、C、D 班。3年之內都唔會重新分班嘅。而實際上咧，學校大部分嘅資源咧都淨係俾 A 班。咁所以咧有好多嘅人咧喺唔知道嗰個遊戲制度嘅情況底下咧，就入咗學。咁當初咧，我咧喺入呢一個法學院咧嘅時候咧，其實我係知道有呢一個 PCLL 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一入到去 law school 咧，其實我已經係好警惕、好大壓力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唔係所有人咧都完全知道嗰個競爭嘅殘酷，因為咧真係要做好多數據嘅分析咧，先會得出呢個結論嘅。咁亦都翻去呢套動漫作品咧，就係咧呢一個分成 A、B、C、D 班咧，就係學校咧似乎就會對於一個學生嘅各種嘅行為，包括考試啊、上堂啊等等嘅嘢咧，係去做一個分級嘅系統。咁咧喺呢一個動漫作品嘅高中生裏邊咧，呢啲學生咧每個月係可以收到10萬 yen 嘅一個嘅電子貨幣。咁而之後嘅每個月嘅收入咧，係要視乎你嗰班嘅表現，例如期中考成績啊等等。咁如果你想改變現狀咧，就必須要令成個班嘅成績都好起嚟。咁咧，當然大家就即係一聽就知啦嚇，你分錢咁，然後要考核你嗰個讀書嗰個能力，或者唔同嘅各種各樣嘅評價，即係學校對你嘅評價咧。咁 A 班咧就係會拎到最多錢嘅，咁 B 班第2、C 班第3，咁然後咧喺動畫嘅第一季咧，一開頭咧 D 班咧係淨係拎到嗰10萬 yen，跟住咧每個月係0蚊嘅補給。咁咧除咗呢一個有少少變態嘅呢一個嘅4個班級嘅呢個評價嘅制度之外咧，每一次嘅考試咧都有唔同嘅機制咧，係去令到學生係去退學嘅。咁咧就會淘汰一部分人。換言之咧，呢一套作品咧，其實係一個校園裏邊嘅生存遊戲。咁呢個咧就好考驗每一個班級領導者嘅實力，同埋係呢一個明面嘅考試能力啦，同埋背後嘅運籌帷幄能力嘅。咁 A 班咧就係呢一個學校嘅呢個權力核心啦。咁A 班嘅領導人咧，其實就係一個皇后形象嘅板柳啦。咁咧 A 班咧就係一個絕對嘅精英嘅階層啦。咁就基本上咧係可以直通到學生會嘅呢一個組織嘅一個梯隊啦。咁 B 班咧就係理論上排名低過 A 班啦。咁佢就係一個中產階級。咁特色咧就係團結嘅，同埋係有一定同 A 班競爭嘅一個實力。佢嘅領導人咧就係一枝乃啦。咁表面上咧係人畜無害，非常友善，而且佢哋嗰個 B 班嗰個氣氛咧係相當之和諧嘅。咁甚至乎咧，佢哋團結到咧係將所有嘅啱啱講嘅一啲嘅 class points 咧，即係嗰啲錢咧，係集中埋一齊俾一枝乃去集中管理。咁咧就確保大家唔會亂咁使錢。C 班咧其實就代表一個草根嘅階級啦。咁咧領導人咧係龍源。咁阿龍源佢呢一個集團咧係會中意用拳頭去維持絕對嘅團結，係一個兇神惡煞嘅形象。而主角裏邊所在嘅 D 班咧就非常之有趣啦。咁咧就借 D 班班主任嘅口講咧，其實 D 班咧就係一個殘次品嘅班級啦。
咁佢嘅殘次品嘅定義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成績差嘅。咁事實上咧，D 班係有唔少成績好，但係咧性格差嘅人，例如活於自我嘅高原子啦，或者學生會嘅會長個妹倔不靈音啦，亦都有呢一個背叛班級嘅折田吉緊嘅。咁而 D 班班主任就會講咧，最大嘅殘次品咧就係 D 班嘅實際嘅領袖凌小路青龍，大家人稱路哥。咁咧呢個人咧其實個真實身份咧係神秘教育機關嘅 White Room 裏邊淘寶嘅天才啦。咁其實咧佢讀書嘅能力咧係基本上係呢個作品裏邊最強嘅。咁但係咧佢嗰個我諗班主任覺得佢最惡質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會隱藏實力嘅。咁咧佢就係只係想要一個好普通嘅校園生活。咁所以咧喺入學考試裏邊咧，佢每一科都淨係考咗啱啱好嘅50分，咁咧令到佢可以啱啱好去到嗰個讀書嘅入學嘅門檻。咁並且咧喺後邊嘅每一次考試咧，佢都只會係考一個啱啱好中游嘅分數，因為咧佢其實個實力上咧其實係可以每次都100分嘅。咁但係咧佢就專登係控分，控到自己啱啱好合格。咁呢啲或者就係我哋呢啲咁樣嘅凡人咧冇辦法理解學霸嘅諗法，點解係要即係專登去隱藏實力？咁介紹咗呢套作品啦，咁同我哋嘅法學院嘅學習係有啲咩關係呢？咁就啱啱提到咧，法學院同呢一個實力主義至上教室一樣咧，都係只會有一小部分嘅人係會成功嘅。咁呢一個決定邊個成功，邊個唔成功呢？咁其實背後係一個競爭。咁只係咧法學院咧競爭咧就主要係睇學科成績啦。咁但係學科成績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考核方法。咁視乎唔同嘅考核方法咧，其實係考驗一個人嘅唔同嘅考試方法同埋呢一個讀書嘅實力。喺實力至上主義教室呢套作品咧，就分為 A 班、B 班、C 班同埋 D 班啦。咁但係喺法學院裏邊咧，每一科嘅成績咧，就其實如同大學嘅任何嘅科目一樣咧，都係以 A 級、B 級、C 級、D 級去評價。A 咧就可以拎到4.0嘅 GPA 啦，咁 B 咧就可以拎到3.0，C 咧就可以拎到2.0，D 咧就會拎到1.0嘅。咁咧最後大學嘅成績以及法學院嘅最後嘅成績咧，都係以呢啲 A、B、C、D 級嘅取平均數咧，係去評價你最後嘅表現。例如我哋成日聽到啲人講大學過3咧，其實就係話你平均分咧係高過 B 以上，咁咧即係話咧你係拎到一啲嘅 A 至 B 之間嘅成績咧為主咧，先至有可能咧你嘅平均分咧係高過3嘅。咁嗰個計算嘅方法係咁啦。咁我哋係可以去探討一下呢一個每一科入邊咧係去點樣去考核。咁喺實力至上主義教室裏邊咧嘅考核形式咧都係千奇百怪嘅。咁咧有包括呢一個就咁考試嘅書面嘅考試啦、筆試啦。咁亦都有咩去無人島嗰度考驗個人嘅生存能力。亦都有咧呢一啲嘅小組討論嘅例或者狼人殺咁樣唔同嘅一啲嘅考核嘅方法啦。咁其實咧，雖然動漫作品裏邊睇落好似好誇張咧，但係現實喺法學院裏邊咧，呢一個法學院嘅考試形式咧，都係有呢一個動漫作品裏邊7成咁千奇百趣嘅。咁咧喺法學院嘅考試裏邊咧，我哋要讀嘅科目咧，當然係好多啦，就會包括一啲法制嘅內容啦、民法啦、商法啦、刑法啦、訴訟程序同埋一啲個別嘅專門嘅法律，例如國際法航運法環境法等等咧，呢啲都係我讀咗嘅。咁咧考核嘅方法而言咧，就會包括一啲嘅筆試啦、有口試啦，甚至乎係有呢一個嘅論文嘅題目嘅。咁咧喺考試裏邊咧，又分為一啲嘅問題情景嘅考試，即係話咧佢按照學校
教嘅內容咧，咁就去設計一啲現實場景嘅問題，然後咧就你要直接從一啲嘅對事件嘅描述咧，係去主動聯想起上堂講嘅一啲嘅概念。例如咧，佢就會淨係同你講話，阿 A 同阿 B 講咗話啊，不如我用50蚊去買你呢啲嘢啊，咁樣。咁你要諗到嘅咧，就係呢一個合約嘅 course 裏邊咧，講一個叫做 offer，一個邀約嘅行為。咁你就要分析呢個係咪一個邀約咁樣。咁咧佢就係完全唔會提及嗰啲嘅法律概念，而係要你自己去拎出嚟講，然後就佢俾嘅真實嘅案情咧，係去做分析嘅。咁筆試咧，亦都有另一種咧，就係理論題。咁咧，佢就會淨係講兩個法律概念咧，咁咧就要你去介紹一下嗰個係乜嘢嘅法律概念，同埋提出一啲理據咧，去講下你對呢一個法律嘅概念有咩嘅睇法。當中咧係少不了咧係要介紹你有睇嘅案例啦，咁樣。咁其實咧問題考試又好，論文題目考試又好咧，都係要咁做嘅。咁第三種嘅考核方法咧，就係要返屋企寫論文。咁呢個咧就其實係考驗緊我哋去對某一個嘅法律嘅議題咧，去做學術研究嘅一個能力。咁我哋咧就係要睇唔同嘅案例，以及睇唔同嘅學者點樣去寫呢個 topic 咧，跟住就去講一啲自己嘅睇法。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仲有小組功課啦。咁就係幾個人做一個 group project 啦。咁呢一個咧係考驗大家嘅團體嘅合作嘅能力啦。咁最後一種咧就係口試啊，就咧因為咧律師咧有分事務律師同大律師咧，但係無論邊一種都好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喺法庭面前要講嘢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有一啲嘅 advocacy，即係一啲嘅辯論嘅能力嘅課堂咧。咁要大家去學習基本嘅講嘢嘅方法啦。咁同埋係考試嘅方法咧，就係模擬喺法庭裏邊去點樣講嘢。咁咧喺呢啲咁樣嘅唔同各種各樣嘅法學院嘅考試裏邊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唔同嘅考核嘅要點嘅。例如以呢一個問題嘅情景題嘅問題嘅考試咧，為一個例子咧，咁其實咧佢係考驗緊你3個層次嘅知識嘅。第一就係你要知道嗰個法律係咩啦，因為上堂係會講一啲嘅案例同埋一啲嘅法律原則，我就稱佢為 know the law。你要知道個法律係點嘅。第二咧就係 know the facts，因為嗰個問題係俾緊一啲 facts， 一啲客觀嘅事實嚟啊嘛。咁你係要有一種嘅動態嘅能力，係去分析呢一個嘅事實係背後有啲咩嘅法律問題，你係要知道同埋講到出嚟，然後去得出一個結論。而平時嘅上堂咧，佢都會有一個叫做 tutorial 嘅環節咧，就係有45分鐘咧，就係大家去探討一個教授去設計嘅真實場景嘅問題。咁第三咧就係我會稱呼為咧 know the professor， 你要清楚呢一個嘅法學院教授咧，佢有啲咩嘅偏好，有啲咩嘅 preference。因為咧哪怕係同一個科目都好咧，嗰啲法律都係嗰一啲，但係會因為嗰個寫問題嘅人嘅一啲風格，同埋佢決定嗰個marking scheme 評分嗰個準則有啲咩嘅唔同咧，係會令到你點樣去準備呢一個法律考試嗰個方針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例如喺一個即係一個場景題嘅情況底下咧，你係要有法律嘅靜態知識，呢一個關於嗰個具體案例事實嘅動態嘅分析，同埋最後咧就係呢一個去上堂去知道呢一個教授係點。即係話咧，換言之咧，理論上如果你係一個 AI， 或者你係一個人工智能，或者你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你淨係對住份教案咧，其實係唔一定可以考得好高分嘅。因為有啲嘢咧係只有喺上堂講咗，但係喺咧嗰個筆記或者你喺一啲嘅教科書裏邊咧係唔一定會揾到嘅。哪怕你完全唔上堂，但係你其實係可能一個合約法 contract law 嘅嗰本書咧，你讀到滾瓜爛熟都好咧，你可能都係會講唔到教授要求你寫嘅嘢。而且咧喺法學院裏邊咧，啱啱就講話要 know the law 啦。咁嗰個上堂嘅結構咧，其實係會上13個禮拜。
咁每個禮拜咧大概有60個 PowerPoint 啦，咁然後中間係有大量嘅案例。而如果你想要考到好嘅成績咧，你基本上係要每一個案例由頭到尾讀一次。換言之咧，我統計過咧，你一個學期嘅其中一科咧，其實你要睇嘅內容咧係有1000頁左右嘅。我每次都印晒成沓一棟咁樣擺咗喺台面。咁然後咧，你每個學期咧，其實係要兼顧起碼4科嘅法律科同埋2個大學通識嘅課程。換言之咧，淨係法律嗰部分咧，你已經係要睇緊4000頁嘅內容。咁所以咧，其實咧，去面對呢4000頁嘅內容去啃咗佢咧，係唔可以死記硬背，係要有好有策略咁樣去整理呢一啲嘅資訊。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係大學嘅生活咧，係去令到我變成咗一個要求好有生產力，同埋要去研究學習方法嘅一個環境嚟嘅。咁呢一啲嘅環節咧，就會包括上堂嘅時候如何去高效咁樣記錄教授所講嘅嘢啦。返屋企係應該要點樣去整理啲筆記，同埋喺考試嘅時候點樣先係最高效咁輸出到我學嘅嘢。咁咧，我其實咧就用咗嘅唔同嘅方法去實驗，就係點樣先至係最高效咁樣去聽教授所講咧。咁亦都睇咗唔少書，係去嘗試去掌握多啲呢一個教授喺課堂裏邊嘅內容。一堂咧 lecture 咧大概1個鐘頭9個字咧。咁咧我試晒唔同嘅方法噶啦，有呢一個手寫筆記嘅方法。手寫筆記可以係你抄晒所有嘢啦，咁亦都可以係你聽到重點先抄。咁亦都咧嘗試過上堂打字。咁打字咧應該係最常見嘅一個方法，因為咧如果你入去一個法學院嘅 lecture 咧，你會聽到嘅除咗係教授講書嘅聲咧，同埋台下咧有好多敲鍵盤嘅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嘅聲嘅。咁咧其實依家回想咧，嗰個成個上堂嘅過程咧，好似真係都幾高壓下嘅。咁同埋咧就係啱啱講到一科咧都有成千頁嘅內容啦。咁你如何將你要睇嘅1000頁內容，同埋上堂講嘅內容去整理成一份完整嘅學習筆記，跟住入去考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喺我呢5年讀 law school 即係4+1啦嚇，同埋其實係5+1，因為有一年係去咗交流。咁咧呢幾年裏邊咧，其實我就發現咧，用打字嘅方法咧係唔一定係最高效嘅，因為你打完之後咧，你翻屋企仲要用一啲嘅時間去睇你打咗啲乜嘢。咁手寫咧似乎係一個最好嘅辦法。咁我開頭咧就用紙質嘅筆據去寫嘅。咁紙質咧，我發現咧，如果你用筆去寫咧，你又會寫得慢喎。即係你用鍵盤打，你就會打得快，但係唔記得，或者冇 process 到你究竟抄咗啲乜嘢。咁你用手寫咧，係啊，高質啊，你有肌肉記憶啊，但係你又抄唔晒教授講嘅嘢喎。咁哪怕你錄音咧，即係好多人都錄音嘅，你錄音都好，其實你翻屋企邊有時間聽啊？你一個禮拜上8個鐘頭 lecture，咁你翻屋企又用8個鐘頭重新聽一次，呢個唔現實嘅。咁所以咧，我折衷嘅方法咧就係用一個 iPad 同埋嗰個 Apple Pencil，就抄一啲教授喺 PowerPoint 上邊冇講嘅嘢，因為 PowerPoint 佢就一定俾你嘅嚇，佢唔俾你都好，你都可以影相噶嘛。呢個上堂咧一定有 PowerPoint 嘅。咁你其實係要事先去睇咗 PowerPoint 有啲咩講，大概對呢一個 topic 有一啲基本嘅理解啦。跟住去上堂咧就淨係抄一啲教授佢自己嘅見解，而個 PowerPoint 係冇嘅嘢。因為嗰個 PowerPoint 咧通常咧佢點樣引你去上堂聽書咧，就係佢會列一個案例出嚟，跟住就唔講內容。咁咧有啲堂咧，其實你只要抄嗰個教授口講但係筆記冇寫嘅介紹嗰個案例咧，其實就已經夠噶啦。咁咧就其實咧，你係要除咗去學習呢樣嘢咧，你仲要有學習如何去學習嘅呢個能力，就係咧一個學習法，一種 secondary 嘅 knowledge。你係要知道去如何接收教授講嘅嘢係最高效，咁你咧先至係可以喺呢個考試嘅時候咧順利咁樣係唔好浪費咗自己嘅努力嘅。咁咧，所以咧就
我最後嘅結論咧就係用 iPad 去抄，咁同埋咧就用一種叫做康乃爾筆記法。呢個我記得咧，我前兩集咧，其實前兩集都成1-2年前啦。咁咧就係會將一個筆記簿喺格仔簿上邊咧就間開3 part，最左邊嗰 part 咧就係一啲 cues，就係一啲嘅提示嘅字段，就係講話呢一部分係講咩嘅內容，跟住右邊嘅內容咧，一版解開，右邊嘅70%，左邊30%就係啲 cues 啊，右邊嘅30%咧就係上堂直接抄落嘅筆記，咁最底部咧就係一啲我落堂之後嘅一啲嘅見解，咁呢個就係康乃爾筆記法咧，我認為係上堂聽書嘅呢個環節裏邊咧，其實係一個最高效嘅抄筆記嘅方法。咁咧呢一個法學院咧除咗自己去讀書之外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會去選擇去做 group study 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就唔傾向去做 group study，即係一個小組咁樣去學習咧，我自己就冇嘅。即係翻去啱啱嘅呢一個嘅實力至上主義教室裏邊咧，呢一個嘅動漫作品裏邊咧，似乎就係話咧，個制度係逼你去成班人去協作咁樣，然後以一個班為單位咁樣去考得好嘅成績。你要去監督其他人嘅嗰個學習嘅進度，去逼佢讀書讀得好啲，同埋要管理佢哋。咁 law school 嘅比起呢一個動漫作品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嘅地方咧，就係你係可以自己一個人學習，上完堂落堂，跟住咧你係會可以孤軍作戰，然後考到好成績嘅。我知有啲同學咧係會組隊，然後去整一個學習大綱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你又要睇翻人哋整嗰個學習大綱咧，其實唔一定係最高效嘅方法。咁所以咧，我咧就係會用自己嘅方法去學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係會主動學習，同埋用咗唔少嘅生產力方法咧，係去令到自己學習學得更好嘅。包括咧，我就之前講過啦，用番茄鐘嘅學習法啦，就係可能每45分鐘就休息15分鐘，即係讀書讀45分鐘，就逼自己係中斷一下，去整理一下思緒，同埋係一啲休息，可能閉目養神啊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會用費曼學習法啦，就係咧將一啲嘅法律概念咧就講俾一啲唔係讀緊法律嘅人聽。咁咧就透過我好清晰咁講到我學緊啲咩咧，去確保自己係學得啱，知道自己講緊啲乜嘢，同埋係當我發現我講得唔流暢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知道咧自己係唔理解某一個嘅法律嘅概念。咁同埋咧，我就係會主動去學習啦，咁就去 YouTube 揾一啲同法學院相關嘅一啲嘅影片，例如有一啲咧就會講話你寫一啲嘅情景題嘅分析咧，點樣寫得好啲，點樣有一個好啲嘅結構，同埋咧我係會睇晒所有老師講嘅參考書，咁參考書咧就真係睇下自己有冇啲特別嘅觀點即係去睇到，而唔係當佢係另一份教程咁樣去睇。咁當然咧就係一定係要自主咁樣去寫筆記啦。呢個啱啱都提及咗嘅。上堂抄完一次筆記咧，其實落堂你要重新整理第二份嘅義軍筆記咧，先至確保到你係即係學習係學得一個啱嘅方法。咁咧同埋咧，我就係會用一個叫做記憶法啦。科學嘅理解咧係去令自己容易啲記得啲法律概念係點。我就會問點解一個法律嘅概念係咁呢？點解 contract 一個合約係需要分 offer and acceptance 呢？係點解要有邀約同埋應約呢兩個部分呢？咁我就會諗呢啲問題咧，去加深自己嘅理解。咁具體而言呢，我喺法學院裏邊咧，第一個學期嘅 GPA 咧，因為我其實啱啱入到大學，可能覺得努力咗咁多年有啲鬆懈。咁就冇好認真上堂嘅，咁我嗰個 GPA 咧就得2.8，咁咧其實就唔夠入 PCLL 嘅。咁但係咧就經歷咗第一個學期嘅失敗之後咧，咁我就去嘗試掌握啱啱我講嘅一啲嘅生產力嘅原理啦，去高效學習啦。咁我最後畢業咧係以3.499分咧係嘅姿態去畢業，而滿分係4分嘅。咁咧其實就據我了解咧，如果3.5咧已經係 first honour 啦。咁我爭 first honour 咧，好似就係爭呢0.001嘅 GPA。不過其實就應該係真實上其實應該都仲係好遙遠嘅。咁有少少
遺憾啦。不過我都盡咗自己實力，咁入唔到 First On。咁喺法學院嘅 First On 咧，基本上係會比起一般嘅科目嘅 First On 係難嘅。咁但係其實我都即係呢個成績我都覺得滿意。咁咧去到呢一個 LLB 畢業之後咧，咁就讀咗一年嘅 PCLL 啦。咁就其實都係嗰啲嘅考試嘅方法，不過咧嗰個內容就更加複雜同艱辛。咁咧甚至乎咧喺 PCLL 畢業之後咧，我係被呢一個大學嘅老師邀請咧，係去幫忙寫呢一個訴訟課嘅一啲嘅教材。咁我覺得咧，其實法學院嘅生活咧，都係同呢一個即係歡迎嚟到實力至上主義教室嘅呢一個動漫作品係非常之類似嘅。即係除咗我哋係去學習某一樣嘢之外咧，我哋係要為如何學習、如何去面對考試呢件事咧，係去運籌帷幄。咁例如咧喺呢個作品裏邊咧，路哥咧喺面對唔同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都會用唔同嘅方法。例如期中考成績要好，咁咧佢就拜託咗其他同學去間接咁樣去要求一啲成績差嘅人去讀書啦。咁又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其中一個 D 班嘅學生咧，就陷入咗呢一個嘅暴力事件裏邊咧，跟住咧佢就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揾啲證據去幫呢一個嘅同學去脫罪啦。咁同埋有呢一個無人島嘅測試等等咧，佢全部都係預判咗會發生啲咩事情而提出去準備。就好似咧，其實我哋去考一個法學考試嘅時候咧，其實係透過上堂嘅學習同埋呢一個做平時嘅功課嘅題目咧，咁其實已經大概知道考試會點樣考噶啦。咁咧就係去提早咁樣去預備自己去就去知道咧考試之前咧已經要預備咗入去考場咧係要寫啲乜嘢嘅。咁咧所以咧就同埋咧，其實法學院咧嗰個競爭咧就的確係激烈嘅，因為並唔係每一個法學生咧最後都可以成為律師。咁當然咧，我去到今日，即係我已經係拎到律師嘅牌照啦。咁我都會去反思點解需要一個咁樣嘅教育制度咧？咁其實我認為咧，咁係因為咧，其實律師嘅責任的確係非常之重大嘅。咁喺 Solicitor's Guide to Professional Conduct 咧，就係一個律師會對於事務律師嘅要求咧。咁其實就係裏邊係明文寫咗咧，律師要對於佢接嘅案件咧係有一個專業嘅辦案能力。咁個英文嗰個字咧就係 competence。咁 competence 咧就係即係一種能力啦，即係或者譯做實力啦嚇。咁咧係去確保你可以以一個合理嘅水平去服務客戶。因為咧有一啲嘅客戶咧，可能佢就係完全佢個福祉係完全依賴於嗰個律師嘅。例如喺刑事案件裏邊咧，呢一個客戶可能面臨緊嘅係監禁嘅後果，咁所以咧其實就非常之仰賴於事務律師專業嘅能力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對於律師係有唔同嘅專業嘅要求啦，例如保密義務、受信義務同埋被免利益衝突等等咧。咁咧，所以咧，其實客戶去聘請一個律師咧，係期待佢有專業能力，並且會盡力辦案，同埋係會為客戶嘅利益着想。咁同埋咧，呢個社會咧，其實都期望律師係有專業嘅責任，例如係唔可以誤導法庭等等。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呢一個法學院嘅機制咧，佢培養嘅咧並不是一啲靜態知識嘅能力，即係話咧係去背誦一啲嘅案例或者一啲嘅法律嘅條文，而係去令到律師有一個動態嘅係去分析問題。咁所以咧律師咧其實係有能力咧係去就住一啲嘅實際嘅場景咧去聯想一啲嘅法律概念，並且去提出現實可行嘅解決方法。需要嘅咧就唔係背誦，而係去提出理據同埋分拆問題，並且有提示風險嘅一啲嘅動態能力。從結論而言咧，咁我從一個咁樣嘅高壓力、高競爭嘅環境畢業咧，亦都希望未來可以恪守本分，以律師嘅身份去服務社會。而我作為一個 podcast 嘅主持咧，亦都喺未來咧好樂意同大家分享各種我關於生產力嘅理解。本節目不構成法律意見，如有疑問請查詢專業人士。